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娛樂快訊。今日真係要同大家傾一單超級熱辣辣嘅娛樂新聞，就係 TVB 全新真人 show《魔音女團》正式公布16強練習生名單。但係最大爆點唔係邊個入圍，而係邊個冇份。尤其係被封為魔音千千嘅郭柏妍，加埋憑香港愛情故事爆紅嘅尤嘉欣，全城以為穩入圍。點知雙雙落選，搞到網民喺社交平台鬧爆，甚至有人話唔會再睇。今集會同大家逐樣拆解16位練習生有乜來頭，點解郭柏妍、尤嘉欣會爆冷出局 ，TVB 同陳潔靈點樣回應造馬疑雲，35位落選名單入面又有邊啲熟口熟面嘅名字？如果你都係追開港姐、TVB、小花、真人 show 嘅朋友，一定要睇到最後。因為我哋仲會一齊分析呢個節目到底係選女團定係選話題。魔音女團係 TVB 今年主打嘅全新選秀真人 show， 節目設定係一班唱歌有魔音傾向嘅女藝人，經過密集式特訓同分階段淘汰，最後組成一隊全新本地女團出道。節目早前喺 YouTube 已經直播咗海選 TVB 女藝員輪住上陣，有港姐，有兒童節目主持，有星夢係出身嘅歌手，各自用歌聲、舞蹈同創意去爭奪16個練習生嘅名額。節目班底都幾強勁，由 Miss Chan Chan 陳潔靈，再加音樂人陳奐仁做星級班主任，主持就交俾蕭正楠坐鎮，以及冼正峰、黃樂妍、文佐康任助教，都請咗星級跳舞學校 YS Group 提供舞蹈訓練。馬天佑擔任形象指導，第一屆剪裁魔法師冠軍Kev Yiu 擔任服裝指導，將以最專業團隊為16位入選練習生提供密集式特訓。預計今年5月正式播映嗰陣，就可以一齊見證他們擺脫魔音成為真女團。立即訂閱我哋頻道，記得撳鐘仔，第一時間知道娛樂大小事。講到今日焦點，當然就係16強名單正式出爐。根據目前公開資料，今次入圍嘅16位練習生，最大賣點就係港姐新面孔混合班底，當中包括多位歷屆香港小姐冠軍同得獎佳麗，當中最矚目嘅包括2023年香港小姐冠軍莊子璇 Hillary、2024年香港小姐冠軍倪樂琳 Ellen、2021年香港小姐冠軍宋婉穎 Sabrina， 再加上一班近年喺 TVB 綜藝劇集頻頻曝光嘅小花，例如倪嘉文、喬美莎、余可晴、邢慧敏、廖慧儀、鄧海文、盧影彤、葉正儀、黃順文等等，形成一個顏值同話題度都唔低嘅練習生組合。佢哋入面有人出身音樂學院，有人係專業舞者背景，亦有人喺 IG、抖音已經有唔少粉絲。TVB 今次明顯係想打造美貌加實力，再加流量兼備嘅新一代女團模板。而家喺網上討論度最高嘅兩位，毫無疑問就係莊子璇同宋婉穎，可以話係暫時嘅雙女主。莊子璇一路以嚟都走甜美乖乖女路線，港姐出身，加埋佢笑起上嚟好有親和力，再配合今次喺面試同海選入面表現到出嚟嘅穩定唱功，成功吸納唔少女團粉同宅男粉。相反，宋婉穎就係另一種風格，高挑身形、模特兒比例，再加上佢少少冷豔嘅氣質，好多網民都話佢係港版女團門面，覺得就算放喺韓團入面都完全唔失禮。而家網上已經有人開始投票，叫大家揀心目中女團 C 位，暫時呢兩位都係榜上有名。仲有網民期待之後喺節目入面睇到佢哋正面交鋒、鬥歌、鬥舞、鬥人氣。立即訂閱我哋頻道，記得撳鐘仔，第一時間知道娛樂大小事。講完入圍，當然要講全城熱話，郭柏妍 Rosita 點解會落選？大家都知道郭柏妍係2020年香港小姐季軍，仲因為早前喺節目唱歌走音，被網民封為魔音千千，人氣愈炒愈高。今次魔音女團一宣布，差唔多全世界都預咗有郭柏妍一定有位啦，仲覺得佢係魔音代表，冇理由唔揀佢入團。但出乎意料，喺正式公布16強名單之後，佢個名真係消失咗，證實係落選一員，即刻引爆網上討論區同 IG 留言區。唔少人話冇 Rosita 就唔想睇。如果你有睇過海選片段，其實早有伏線。當日郭柏妍喺面試上唱完喜歡你之後，
班主任陳潔靈竟然第一句就話好失望，原因唔係佢唱得太差，反而係冇我想象中咁魔音。陳潔靈解釋，因為之前好多人同佢講一定要留意魔音千千，話佢超級走音，冇得救。但係現場一聽，發現郭柏妍其實只係有啲心急，音準有時會偏低，未去到災難級。呢段評語其實喺網上已經瘋傳咗一輪，有人話原來唱得太正常都會令 Miss Chan 失望，亦有人覺得節目本身就係玩由魔音變 Magic Voice， 郭柏妍咁有話題，點都應該留位俾佢，否則好浪費噱頭。除咗郭柏妍，另一個好多人唔接受嘅名字就係尤嘉欣。呢位憑住香港愛情故事爆紅嘅上位花旦，近年曝光率好高，由劇集到綜藝都有佢份，形象親民又有少少傻大姐 feel， 本身已經有唔少死忠 fans。佢今次喺魔音女團海選入面都有出現，仲喺鏡頭前表演跳舞，明顯係有備而來，希望喺另一個舞台俾觀眾見到佢唔同一面。不過結果同樣係被踢出16強門外，變相同郭柏妍一樣，只係留低海選片段同話題度。有網民就話悠同郭柏妍都咁紅，點解都冇份？覺得節目似乎刻意避開已經上咗位嘅藝人，寧願將資源放喺新面孔度。面對一浪接一浪嘅造馬，內定質疑 TVB 方面都急急出聲回應。根據報道所講，今次選拔並唔係單憑網上投票，官方強調係以綜合評分分數加埋網絡拉票熱度，由專業評審團統一評估，先決定16位最終入圍者。換句話講，就算你喺 YouTube、IG 拉到好高 view 同 like， 如果喺唱功、舞台表現、團隊配合度等項目評分冇咁高，都未必可以入圍，唔係純民選。陳潔靈都有回應此事，佢覺得郭柏妍同尤嘉欣個定型以及路向屬於 solo 型比較多，拍劇方面已經係女一，入女團可能未必有嗰個火花，專心拍劇比較好。講真，今次16強名單一出，網民反應係非常兩極，一邊係失望派，有人直情留言話冇郭柏妍唔會再睇，做馬太明顯 ，view 數最高都唔揀，玩乜嘢票選？亦有人覺得節目講得好似民選，最後都係內定，質疑評分標準唔夠透明，搞到觀眾覺得自己拉票睇 view 都係白做一場，好容易出現被玩嘅感覺。另一邊廂就有理性網民出嚟話，悠同 Rosita 都上咗位，唔入圍都正常。TVB 可能係真係想俾機會啲未紅嘅新人，覺得不如觀眾放長雙眼，睇下節目播出之後，啲新面孔會唔會帶嚟驚喜。好明顯 TVB 反而想藉住呢個節目，幫啲仍然未大爆嘅小花做多次曝光，擴大自家藝人板凳深度。更刺激嘅係，除咗16強，完整嘅35位落選者名單亦已經公開，當中好多都係大家熟口熟面嘅名字，例如香港愛情故事女主角尤嘉欣、魔音千千郭柏妍、2019港姐亞軍兼最上鏡小姐王菲、東張西望主持黎歡怡同梁敏巧、綜藝代表波波黃正玲、早期選秀節目聲夢傳奇20強歌手劉永彤，以及前女團成員鄧依婷等等。你聽到呢堆名字就會發現，落選名單其實聲味一啲都唔輸俾16強。有網民仲半開玩笑話，其實可以開多隊落選女團，人氣可能仲高過正選。講到呢度，不如我哋用幾分鐘認真分析下，點解 TVB 會寧願捨棄咁多有名有樣有話題嘅女藝人，都要揀一班相對較新嘅人去組女團？第一，品牌重塑。魔音女團本身賣點就係由魔音變 Magic Voice， 如果全部都係已經喺觀眾心目中有固定形象嘅藝人，觀眾可能容易分心，變成追星節目，而唔係見證成長嘅真人 show。第二，資源分配。TVB 這幾年大力玩真人 show 同選秀，某程度上係想用較低成本發掘更多可用嘅新血，然後喺劇集、綜藝度再二次包裝，增加自家藝人鋪，俾機會未紅嘅人，對公司嚟講係一種長線投資。第三，避開喧賓奪主，好似郭柏妍咁，佢一出現，所有焦點都喺魔音千千身上，節目可能會被玩到變成郭柏妍 show， 其他練習生再有實力都好難搶鏡。咁樣對整體節目推新女團嘅目標未必係好事。當然，從觀眾角度嚟睇，大家梗係想又有話題又有實力，最好10齊個都識晒個名。但現實上，製作組要平衡嘅嘢更多，包括與藝人既有合約安排，
之後拍劇檔期、品牌合作等等，唔會只係睇 view 數咁簡單。咁問題嚟啦，喺你心水落選之後，呢個節目仲值唔值得追落去？從娛樂角度嚟講，魔音女團已經成功做到未開波先有料，單係海選片段同而家嘅16強名單，加埋落選風波，已經掀起咗幾輪討論熱潮。對一個綜藝真人 show 嚟講，呢個已經係成功第一步。從選秀角度嚟講，如果你本身中意睇人成長，中意投票、拉票、撐住自己中意嘅選手，咁魔音女團仍然會係你今年唔可以錯過嘅 TVB 節目之一。特別係佢融合咗港姐、小花、歌手同主持多個背景，觀眾好容易揾到自己嗌得出名嘅人去支持。不過如果你係純粹為咗睇魔音千千同尤嘉欣而嚟，咁而家16強已經冇佢哋，可能你真係會覺得失色咗，改去追其他節目都好正常。好，嚟到呢度就想問下你哋幾條問題。16強名單你滿唔滿意？你心水嘅女仔有冇入圍？係邊位？郭柏妍、尤嘉欣都冇份，你仲會唔會照追個節目？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區打晒出嚟，一齊八下，一齊發洩下，順便幫自己支持嘅練習生拉下票。鍾意呢條片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我哋頻道，撳埋個小鈴鐺就唔會錯過任何一條最新娛樂快訊。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